一个万恶的匪徒，一旦若让伊伫个旅馆出入，将来会大大威胁到旅馆所有人。就是啊，啊，结果你有听哦？等下去通知所有的旅客较注意的。嗨，那你一间旅馆，所有人出入的所在，我拢要严加搜查，一个拢袂放。廖添丁，你既然敢抓着我，我若无抓你对啊，我绝不甘休。阿三老师，我先讲是，辛苦，你家己要保重。再见啦。再见啦。李长，看这张画像，伊敢若参像别个习惯。较生啥？原来铁钉仔就是廖添丁哦。是啊，素人想袂到。李长，伊是叛乱分子，啊，你甲伊做朋友，你敢袂惊？有人伫政府的目中是叛乱分子，但是伫百姓的心中是救苦救难的英雄。中山遐嘛是这款的人啊，对不？我去甲通知一下。啊，中山先生要安怎？你放心，中山遐的代志我会处理。迄种也抓着。好。天兄，今早搁签落就袂赴啊！是安怎讲？日本警察四界伫咧抄要找你，我看真紧就会找到你遮来啊！啊，当日本警察找我是要创啥？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廖添丁，今晚我啥物拢知啊！添丁兄，你若无爱较早甲阮讲，实在真歹势，我甲恁讲，是无想要造成恁的麻烦。铁丁仔兄，原来你就是去交廖添丁哦。是啊，我哪拢无想到。安怎？无甲你吓惊着吼？袂啦，哪会？自较早就听阮阿爸讲过，伊心目中上界钦佩的英雄就是廖添丁呢。廖添丁无啥物好钦佩的啦，只是做一寡伊应该做的代志啦。添丁兄，我看你先来我遐撇一下风头，有我伫咧遐，日本警察较袂怀疑啊。铁丁仔兄，安尼我会甲你款一寡行李。阿三，真多谢，多谢你特别走来这抓，甲我通知。是讲你安尼做，敢袂感觉对比起家己的国家？国家的政策嘛有错误的时阵。我认为，一个有良心的百姓，就应该勇敢的站出来，反对国家的错误，这才是真正的爱国。三，你有这款北长，真是了不起，世人钦佩。你莫安尼讲，你甲中山兄才是真正的人民英雄。伊是为土地、为人民伫咧打拼，才值得人敬佩。义姑啊，今摆最后伫遮听到你讲这话，甲看到你对我安尼啊，伊家己啊，毋知会继续想。别想遐济啊啦，这个时阵你家己保命较要紧。紧走。铁丁仔兄，多谢。你要家己保重嘞。义姑无伫的，这间店一切都拜托你。咱红车若过，我会随转来。哎呀，铁丁仔兄，店我会好好照顾，你放心啦。行，来去。来，这间店采矿来了。好，各位大人，好，咱行。大家公园遮济啦，我泡茶请您啦。你唔免冒用啦，阮唔是要来啉茶，阮是要来掠毒贩的。这个人捌看过无？哎呦，大番哦，你要吓惊我哦！啊，阮店生意都咧无好啊，啊，你即摆去打这张，啊是上干还才泡茶啦？店开到这么深山哪来有生意才奇怪。报巡查，什么都无发现。你头家咧？哦，你是讲阮铁丁仔哦？你是头家娘？啊是啊是啊，来啦，才泡茶啦，才济啦，来啦，才济啦。免啦，
你啊，经理啊，外面随时有警察巡逻。啊，去个，你啥？紧去准备一间较秘密的房间，兼天下要伫遮小摒者。你啥？你是日本警察要抓的人，你爱甲留落敢好？安尼讲，咱遮上安全啊，伫咱遮警察较袂怀疑，对无？有道理。我看哦，免麻烦啦，我留喺遮嘛无方便，我先来走。天庭遐，你啥？拄则是我失言，请你多多包涵，你留落好无？我是诚心诚意要求你留落来。以前我无了解，即摆我完全知影。中山先生对你为什么一见如故？因为台湾人的苦难伫咧打拼，因为长山未来伫咧奔波，你所做的代志拢是真了不起的。中山先生对你是英雄小英雄，你留落来，莫讲是骗人，就算讲咱等者等中山先生倒转好无？就是啊，天庭遐。安尼继续轻松了。明姑啊，你人袂歹哦。莫甲讲好听话啦，我无像阮大安尼啦，讲几句好话啊，就叫你使落去啊。义和团因根本是用邪术入去杀咱的百姓。你敢知影？因哦，啥物杀人放火代志拢敢做，是因为迄个慈禧太后允准伊的。慈禧太后已经将咱中国江山送互别人啊，你知无？毋对，中国的江山是叫你这大魔、二魔、三魔，互你这西魔带甲人败掉的啦。你安尼想，我无怪你。不过你袂用安尼执迷不悟，以为家己有啥物成功，就会当刀枪不入。你敢知影？阿多的庆忌早就拍到紫禁城啊！哼，你做人哦，莫伤铁气啦。总有一天，我表演一了成功好跳，你看。你是互人骗去，不过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真正的了解义和团的真面目。到时阵你一定会回头，因为我相信你是一个本性善良的人。哎，咪姑啊，你也从头遐摕落来啦。哎，师傅交代过啦，伊个话吼袂使打折的啦，你知影无？哦，好啦，咱啉烧酒啦。哎，白好，照你讲哦。好啊好啊。行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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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啉烧酒吼，爱甲啉毛爽。好啦好啦，哎，啊无呢，恁先过啦，我放遮招咧。啊，见哦。好啦。做啥？大，哎大，哎大。大咩啊大？你来遮创啥？我讲古勇出走，我今日当徛在遮甲你讲话，伊拢是阿嫂农场救我的命，还佫有，咱已经地牢，无日本警察操面，迄办事甲咱斗相共的。你即摆优秀，又感觉孙文讲的话确实有伊的道理。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，并袂代表所有的日本人。日本人内面，伊原嘛是有良心、有人性的朋友，所以孙文，伊毋是汉奸。伊结交的日本人，拢是大家信任的朋友，你确实误会伊啊！但是咱甲伊冤仇，唔拿遮啦。还佫有挂你当下一条。即摆你是讲我恢复体力啦，毋是讲我勇甲参进一尾活量。啊，佫有咧啦。还佫有恁错一条。孙文准啊，真是你的手头，我希望你三思而行，紧个帮助。做一个有人格的台湾人，唔通甲台湾人闹去。
透早叫我来遮，有啥物吩咐？较乖，甲孙文带去唱哪庆杀，是毋是？自去太阳迄边已经无毋对。太阳迄边已经下止落来，孙文死甲硬嘴飞，伊毋肯透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同志。就这种人留伫世间，只是后患无穷，那是将伊害死呢。颠倒会当消灭遐一寡创革命的人的志气。请贵，地主宰，这个代志都交互你去执行。是。公公，这件代志吼，交我来执行好啊。哦，这个孙文，我恨伊一骨，我若袂当亲手杀伊，会当烧到我心头怨恨。公公，等这工要等真久啊！这个孙三毛也无代无志，顾我一块吧，还要无迄个面通去见我周公宗嘛？这次一定要亲手来杀！若无，我死都唔甘愿。看起来这件代志若是无交互你去执行，你会怨叹一世人对无？对，我一世人怨气，赢都赢死。公，你唔知过去，孙文若是我害死，移民官爱我来做。迄当然无问题啊。孙文是你设计来，即马如果你亲手将伊杀死，你立下这么大的功劳，我答应你的代志，马上做会到。是。不过啊，我讲过，你这个人呢，足善良的，即摆比你动手杀我，你认有你的苦衷，我袂怪，我就感觉足遗憾。不过啊，若是我死了以后，我要麻烦你，替我答一句话，我的朋友，麻烦你甲阿三路上讲，我真感谢伊，为我奔波出钱搁出力，麻烦你甲孝尊讲。革命的事业还未完成，所有同志一定要努力拍拼。好，卖耽误你的时间，你即摆会当开枪。好，卖耽误你的时间，你即摆会当开枪。啥？我都下手信，你是不是想要甲孙文放走？我就知影是你咧变鬼变怪，想要甲我先拼先信，都骗你面久的啊！我看搁再倒去修炼30年，才看卖咧。公公啊，我对你遮尔忠心，你阁无相信我，安尼你袂感我真冤枉，做人真无价值。是我冤枉你，安尼上好啊！既然如此，你就紧开枪，互我看。紧开枪啊！开枪！你讲，你要起啥了？
嘿，这摆才知影叫我一直收慢啊！明哥，你敢知影背叛我你公公下场是啥物？都是粉身碎骨，死无葬身之地！哎呀！真多谢你出手相救，唔知你尊姓大名。哎，是你哦！我唔对，是我。真实的，想过我来。哦，但唔是你啊，我只个是阮死的。我醒来啊，唔知影我尔啊赶紧的。唔通安尼讲，行，咱赶紧来走，无等下哦，遐义和团的人搁进来。明哥啊，你徛遐创啥？俺唔着来走看。我倒去中山先生，我哪有面甲你倒转去？明哥啊，你别安尼想，你不过是一时糊涂，我从来唔捌怪过你，而且你即摆嘛知影反悔啊。来，紧转去。中山先生，孙先生，是啊，真实的，我伤害你，菜单害你无性命，你说一点仔无怨恨我。你迄北đường城是真乖，你安尼我感我足见笑。明哥，你莫安尼讲，伫长沙，互义和团所骗所卖的人不计其数，迄寡人嘛是善良不过的老百姓啊。是啦，明哥啊，你反背你公公，伊袂放你煞啦。你即摆伫外口足危险的，我袂放心放你一个人在外口乱说啦。行啦，进来，行。小水，中山兄，中山兄在哪里了？你倒来啊！你安尼，我等下烦恼你下落不去，我刚才你倒来啊！我无代志，多谢多谢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这边刚刚无你的消息，我足烦恼的，你知无？真歹势呢，互恁大家烦恼。对了，这一切哦，我要感谢铁娘兄，是伊赶来叫我的。这无算啥啦。天灵兄，你家己拢出代志啊，搁要去救中山兄，真正是为难你。铁娘兄伊出啥物代志？伊就是日本政府的掠药兰花廖添丁啊。哈？啥物啊？吼，原来你就是大賊狗廖天丁哦。那安尼讲起来啊，咱两个人真正是标准的匪徒，死给你走路啊！咪姑，你这个臭咪姑，你竟然走只，来走，我来走去吼，小水，小水，我即摆会当妥协，咪姑嘛有一半的功劳啊，放手。明哥啊，总是要面对现实啊，做唔到代志，要靠没实力。是啊，唔是啦，阿七哥，我嘛唔知要安怎叫才好啦。规定吼，是我对不起你啦，我唔对，我该死啦！你甲我跑，甲我骂，我绝对拢袂讲安嘛。吼，我是真生气，你不应该利用我来陷害中山先生。我下当嘛控诉你啦，我袂晓分好歹人，
人空唔行，鬼开哭哭行啊！规身人哦，袂说较像鬼袂去共款啦，我。你哦，早哪知影你何必当初咧？哈！小崔，来搁讲啊，好佳在民国即摆啊，无做成大错，大家都原谅你啦，哦。阿三老三，你救阮大代志吼，我有听阮大讲，真多谢你啦。我即马了解，你才是阮大人真真正正的朋友啦。我真正对你的误会，我伫遮甲你会失的，歹势，歹势，歹势啦，歹势。别安尼，你有了解，我就真感动啊。多谢，多谢啦，多谢你，多谢多谢，多谢。叔啊，叔啊，你来看这份告示，叫做孙文迄个人吼，就是这廖添丁啦。这个人飞扬走掉，来无影去无踪，甲传说中有人飞一模一样，确实是日本政府要掠的廖添丁。啊，对啦，叔啊，美国哦，画迄后面人吼，画大个呢。嗯，果然是白林市地牢的铁钉啊！哼，孙文甲日本政府第一号的通缉官激动心派，这件代志讲起来实在是真趣味啊！孙文一直靠势有日本人来到挖苦，就成功，我你讲无法度顶当伊。答一声，伊是家己踢着铁板啊！请为家中孙文背后，背出来！你是个即马马上分头去探听，看有一个廖添丁的是倒一个孙策，属于倒一个警察厅的。是。对啊，第二你咪爱困。好来，好来，咪姑诶，是我提面紧啊，你去洗一下温泉，啊，等下我再来上房间。是啊，我就知吼，你搁对我真好啦。啊，全房间我唔免啦，我甲阮大吼，开一间好啊。是啊，啊无你甲阮大小开讲者，我来洗温泉。来洗温泉。我来去去看。廖桑，我有话想要甲你讲。我有话想要甲你讲。我知啦，我知影我住在遮，互你真为难，叫你做素份也唔对，做阿去个也唔对，过两工啊，等风声若过，我就随来走。廖桑，今日你叫中山先生倒转来，我感觉真见笑。过去我对你遐尔啊无客气，我当初甲你会失的。我今日才了解，为什么大家遐尔啊尊敬你。唔通安尼讲，我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，好消息啊！庆祝，咱来好好庆祝一下。小春，去摕票啊！好。阿三老三，是啥物好消息啊？看你是遐尔啊满面春风啊！我已经讲成啊，后庭新兵答应出兵援助你啊。真正？为了去，你愿意支持我？无唔对，伊对你的革命行动感觉真同情，对清朝政府嘛真不满，所以愿意配合你的计划，赞助你弹药、武器，到时阵可以对台湾出兵，攻打厦门。真好，我欠的就是后援部，即摆会当得到后庭士兵的援助，我即摆到台湾，总算是达成任务啊！对啦，咱这一摆惠州起义吼，
一定要推翻腐败帝国，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啦！对。台湾咱在座每一个人，都会咱等下伊一天。对，这是一个好消息，咱一定要赶去背啊，对无？来，阿去好来，做伙来庆祝一下来。来，我头一个爱记的就是阿桑罗桑，伊无名无利，为咱走走，才有今仔日的结果。阿桑罗桑，感谢你。你莫安尼讲，天尼兄，你哪会加点点啊？来，我是想要甲恁提醒，这个后庭新平是毋是大家信任呢？伊是台湾总督府的行政长官呢。后庭身边的伟人我真了解，伊是一个有信用的人啊。有信用无信用，这是两回事。我是惊伊有别款企图，伊出兵去长山，真是无条件要支持恁的革命行动，也是要参像日本人安尼侵占台湾来侵占中国。搁再讲，台湾的总督卡哪讲嘛爱听日本政府的命令，到时阵若清朝抗议，日本政府敢会支持？一定啊，你讲的确实有理。不过这个代志一定要建立信任性，要是大家无完信，什么代志都免讲啊。中山兄既然安尼讲，我嘛无啥物话好讲。这家运动这样上来啊！啊，恁随啊，那会浮啊面哈。啊，无啦，我是为着真理咧做啦。啊，这个真理呢是愈做愈明啦，对无？对无？对啦。你稍等一下吼，伫这个特别的时阵啊，我要将这个时间留落，等我一下哈，等我一下。来，咱大家翕一下相者啦，来看遮吼摆好来，这什么物件？这台哦叫做 camera。camera。啊，对，我冇听人讲过啦。这种camera吼，会甲人三分七秒讲扛住咧，会抓起来，唔通去。这是阿斗啊发明的啊！你当时看阿斗的7/3去就吸入去过啦。你看那人讲一个样，死一个囝。我是了，啊，歹势，生活较唔歹啦。啊无咱做伙来做 camera 哈。行好。小俊啊，等一下，我想甲天尼兄两个人单独翕一相。好啊，无问题啊，来。来，准备好哈，来。等，安尼那对啦，啊不啦，歹势，拜托者。阮大吼是老大咧，这大位吼当然嘛也坐，来。无啦，中山先生以向是我的老大，伊坐唔得，歹势哦，添丁呀。无啦，阮大唔敢是大，你当是咧，来坐。好啦，啊，中山兄哦，年岁比我较侪，应当是伊坐啦，来。无要紧啦，无安尼啦，天尼兄，我陪你徛咧去，好袂当安尼啦，来，看我讲吼，你嘛比我较侪岁啦，坐啊，应风的啦，来，坐啦。好，安尼我就无客气啊。来，准备者，看遮吼，好来。你徛遐创啥？无人要翕你啊，我可能要翕因两个啦，较闪的啦。我较闪。看遮吼，看遮来。我来找一个哦，好来。你讲，莫遐尼客气，你直接来找我就好啊，哪会阁需要经过驻台公使约我呢？你是慈禧太后的人，啊，阁有啥物话好讲？我当然嘛是恭敬不如将面啊！哪会当遮尔失去礼数呢？当然嘛是爱共阮照步来。唔知你讲，你找我是啥物代志？孙查大人，孙文这个人，你敢有听过？孙文伫咧国际间是真有名，伊是中国的一个革命家。什么革命家？破案分子！也对啦，唯独啦。伊即马人就伫咧台湾，你知影？这我无啥清楚。照我所调查的，孙文甲台湾总督府的人有咧交配。总督府这边的人，敢若嘛真支持伊的革命行动。
这是比较较古早的政策，我嘛无可能会知影。我要知影的是，假使孙文甲大十国叫人会激动结派，唔知影台湾总督敢会同款支持？这，不过你要有确实的证据，才会使安尼讲。证据？证据我还搁咧调查，要毋过你嘛同款会当去查，上好查一个清楚，赶紧趁这个势，甲廖天丁逮捕归来。哼，哪讲你廖天丁，我是走第一啦。安尼真好，我著报一个真报，你知影？要毋过事成以后，廖天丁你掠去，条件是孙文一定要交互我。你若帮我掠着廖天丁，嘛算是立一个大功。一点零钱，我想讲我搁做。你即马著听好真足，因即马拢伫咧德林别馆。啥？我讲孙文甲廖天丁，伊即马拢住伫咧德林别馆内。山东上开的旅馆。山东上，你带一队人来是发生什么大代志啊？我得到情报，讲廖天丁秘密在遮，所以我就赶紧爬过来。我遮的人客拢有登记甲清清楚楚，遮尔重要的人若是住伫咧遮，我一定会知影。你袂使入去。为什么呢？你定定讲要来掠罪犯，那亲像我这个别馆是一间塔库，今日叫我要安怎做生意啊？三不转警察，就咱别管团人为主啊！来过来，同地添兄紧，添丁啊！添丁啊！添丁啊！什么代志？三不转警察要遐哩？阿三路上即摆电话你甲伊讲啥吧？你出来，紧走！其实咧，我只煞甲你传你。好啊，别讲遮济，紧走啦！紧走，紧走！连个啦，我转来走，啊你是要安怎好？规矩出来甲伊讲啥？哎，你啊，你来出去送死啦！送死嘛是爱去啊，你对咯，人命一条啦，连个甲你拖落去。天地啊！阿山东上，我拜托你，我安尼做是为着维护治安，我希望你会当配合我执行公务。我甲你讲，无廖天丁这个人就是无这个人啊！我安尼做，嘛是为着要保护我庄内面人客的权益哦。你别袂记咧，甲副队也捌报道老先生，嘛是有帮助过。嘿，家父受过阿山东上老先生的恩惠，我唔敢放袂记。安尼上好，你紧转去。山东上。你听大家口劝，赶紧走，无阮你上帝，三宝一定会面子的。天天啊，你还是先走啦。等代志过了，咱大家约伫个大龙洋房见，好无？走啦，紧走啦！走啦，紧来！对，走啦，紧走！廖天丁，我知影你伫咧内底，是安怎也嘛无多啥，无要互我入去。安怎？三尾孙子，有掠着你要掠的人哦！哎呀，你唔通搁再丢毒啊！你唔讲入去，咱就走起来啦！这间旅馆是我朋友开的呢，顾客安怎讲，我嘛要看伊的面子。你放心好啊，我已经布置好势，孙文甲廖天丁一定走袂过我布下天罗地网。孙中山，你不能搁再做亏手之徒，你要紧走，已经查到你暗号廖天丁的证据，你即马目干了天丁赶快死罪一条。孙中山，你不能搁再做亏手之徒，你要紧走，已经查到你暗号廖天丁的证据，你即马目干了天丁赶快死罪一条。共产先生，
半年啦。我来义和团，以前甲日本政府讲好，你连手来了我。先生，哪里嘛怎样？你赶紧走。春文，跳天兵，我最后一遍警告你，我再投降，我即摆就放你去。我甲样咯，青个公公捌甲一只大细声。阿三老师，你走，你人总放啦。先生，你赶紧走，紧点啦。我已经等袂住啊！他说你要吐交钱，你家己偷偷去吐。哼，你有本事，你派人入去啊！我当作无看。是啊，太年即马袂即马，阿赶紧来走，紧来，来。班领导，我是日本人，这是我的所在，你莫乱来哦。我袂放心你，李姑，紧来，把梁三兄甲孝顺行走。阿去过，阿去过别安怎？我照顾啦，若是钱唔对，我会带你走。紧来，先走，紧来，行啦，行啦。我对实在是不应该。听你遐，你说阿去过先走，我要去找伊。三叔，你家己较细致。你放心，我会为你去甲你见面。你走。阿金哥，来走，紧来，紧来。叫我走，你安尼做是无我陪伊哦。阿孙老师，歹势，明日我一定会亲身来甲你请罪。你即马放出廖天丁，我就切罪。还阁有孙文，你无资格讲这。三本顺畅，我认为你这位朋友是挑过伊要安抚这个名重大的督发，你的看法咧？全面进攻，立起！快，我走。孙文为这边走去啊啦！快点抢进来！刘连长，为后尾门走去啊！我给你抱，来，免了，我给你扛着。停个啦！我哪会使甲你放落来？无啦，要行做阵行啊！安尼我会拖你，你袂用的啦。行，咱做阵走，行，快进来，进来，行。廖天丁，快走！顺起，进来，进来。
走开！走开！掉掉，走开！你给我出去啊！我出去啊！你掉啊！唔通放弃我，我给你救起来。走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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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清楚，我别给你报了去，我一定给你救起来。你掉啊！你掉啊！姚天丁，你果然名不其传，你哪会背弃正义？啊，我会义勇改造，会掠你可惜不简单嘛！不过，就算讲你有通天的本领，早袂给我3本的手中。今麦掠你的奖金已经提悬到1000块啊！而且生死不论，参像你这款的匪徒，留甲世间有啥物路用？不过，真可惜啊！遐尼水的水姑娘啊，煞到要陪你死啊！你是真爱恁某？放弃我！放弃我！你放弃我！我你给我放弃！你放弃我！走开！走啊！走！我绝对冇俾我哋放你見啦！走啊！你叫我走，你叫我走，走！我你叫我放弃我！放弃！放弃我！